新竹五峰嘅和平部落係一個傳統嘅泰雅族原住民部落，伊哋做白嘅行人郭文豹同埋當地嘅原住民姊妹蔣東妹。郭文豹本單係公務人員，退休以前路登上會去山鄉，每睇山鄉處理。退休過後，路專心睇山黨發展自家嘅事業天意村。不過伊哋行人就話到傳統嘅原住民部落，頭下也嘅郭文豹唔係過受到部落居民嘅歡迎哦。唔過伊唔放棄，想要用行通來證明自家，未利用伊個為規劃安尼嘅專業，同部落聽下計劃，申請案內同經費補助，以希望部落變啊行個好，未漸漸得到嘅居民嘅認同。謝謝嘅好把水流過，並共十一下，了解豐富嘅度假狀態，出場係成為討厭。兩位係五峰鄉嘅和平部落，一家傳統嘅泰雅族原住民部落，咪係種香菇是頂陣嘅素材。五峰呢是好山好水啊，海拔1000公尺，好環境，好水哈，水氣也夠。那種的香菇啊又肥美，當好食哈。不過五峰香菇唔係用太空包種嘅，係上述嚟老祖宗嘅知識，種地屬土行。木頭的話，像我們常種的是有對應了，要不然是所有的楓樹，還有那個赤楊，青咖喱是一般是野生的，那個比較硬，還有那個相思樹的梗。天葬在那兒，其實樹背背出來，人類唔係所有嘅樹土都種得香菇，在後空嘅樹土撒領出嚟老圈變落去。檢破檢考，考出個大嘅上，仲係後堂嘅大驚愕，就去山行用樹土種嘅香菇，假使當好，搶係種香菇，除咗吹條，有這副行人。我大概小學1、2年級啊，那時候會有一點印象的時候，我爸爸就開始種植香菇。剛才你們看到的那個器具啊，以前沒有器具，都是用手去打，而且那個什麼菌種啊，用瓶子，並不是現在的塑膠。一般原先是有要種嘅來咧，哦，種嘅是靠了經濟作物。我喺唐講吼，你睇白啊，要經濟作物當好，哦，當好即係講要教人啊，哦，這個要學五個成人讀書啊、教學啦，所以說該下當傳承。不過，因為受到中國結構股、老太空包股嘅影響，假使相對下高嘅樹土香菇，天天嘅冇吹條種。當然，大家見到建築業食品安全問題，最重要可以清樹土香菇。只把控制業高分票升級3小班，反然19沙，老包裝設計稿本級管理，品質暫計，假使還比太空包加嚟一倍。難為未同時發展其他嘅高經濟作物。那貴族啊，你上去啊，10幾公分哈，按上哈，那是貴族，那細強勢的時代咧哈，那是一件買，那一件啊。中藥店吼2000到2500一件1000。高分票講，山黨本單出入拉線金線店，唔過地種概念相隨希望出見來見少嚟。經過推太高數之後，用貼片嘅方式來種，並第三拿度，並人業出入好數嚟。而家可能咩可以水嗎？哦，水咧嚇，你白天該用水吼，繼續上來，到暗夜繼續下來，哦。它空氣是在一直循環的羽絨哈，所以說就唔會講為時態唔會當好。一啲嚇，我們得超過溫度30度，我們超過從熱為時態。高分票當家己啲倆講嘢得，每當10萬為老年出面夾橋下，估計退休再高類倆巧妙成業，可能用自家嘅專業來寫計劃，尋找機會，老年出面向聽發展。只係跳下馬，這個行業來當年出面鋪路，撒窗條樹到應該正義，你們唔接受機。因為其實我們在山地鄉原鄉裡面哈，特別是對平地人，尤其是平地人比較陌生。他平地人進到我們原鄉裡面，
会感觉到好像说来，就是说来霸占我们原住民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的土地，还要面对一些长老的一些在就是说在文化上面，或者说在言语上面比较没办法去就是说没办法去沟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老公，一直想尽爸爸说赶出门呢，那怎么办？我是原住民，我这边有地啊，他是我老公啊。后来到最后现在的话，他们没有，他不行了。我爱92年来退休，到93年也划定和平部落休闲农业区，我做到96年，我是停下来咧，我是有只原因啦吼，佮一直讲，你毕竟女婿还是汉人啦吼，佮你没有动掉解啦。文化冇向着文艺就唔同，嗰份票就去到街下當辛苦，唔過佢唔放棄，還係希望做得為原住民鄉做到事情整齊自然。毕竟他在我们原乡里面真的帮助很多一些，不管是弱势的一些居民，甚至还有一些说需要因为对于他的就是说他的专长就是协助在文化跟一些产业的一些企划各方面这是他的专业。造人、造景、造产来讲啊，我们是经过一条很漫长一条路啊，但是这条路啊是我是想说虽然是很辛苦，动辛苦了啊，不过呢很值得。这是为我们乡亲来服务，慢慢的那种的产业优势来投入来有咧，大家工作也有咧。我想说看到大家部落的这样的后生人也慢慢有转来咧，都应该有人照顾的，还是大家动心为。用農業生產做基礎，配合原住民鄉觀光向下發展。第三檔就嚟全面改善基準措，粗算到呢一下，還係容易唔認同。不過社會認為係錯嘅事情，嗰份票還係堅持會做下去，未天天都得到部落見面嘅前提。